start again with me. My feet were sinking in the dust of failure. Every step a memory of defeat. The race I ran felt never ending, and I was breaking underneath. I saw the line out in the distance, but strength was fading from my hands. I reached away. You said, I am with you in the running. I am with you when you fall. When your strength is gone and fading, I am holding through it all. You don't have to reach the end. You don't have to stand alone. Lift your eyes, behold your promise. You are mine. You're not alone.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台风天大家都还好吗？哦，好像过得很辛苦呢。哦，感谢主啦吼，咱今仔日拢顺利，拢会来到主日礼拜哦吼。好，咱即是要来唱歌、唱诗歌，来跟我下一个 PT。感谢上帝，咱来读上帝的话哦。罗马书12章12节，请。着靠五望来欢喜，着忍受患难，着不是祈祷。阿门。咱继续要来做感恩甲认罪的祈祷哦，哈。咱来感谢咱欧罗，咱来感谢欧罗上帝，伊是万主的主，独行其事，创造万物，公义甲慈爱。详细咱嘛要来做认罪悔改。咱第一礼拜。
中间咱有得罪上帝吗？有得罪着人吗？咱来对主来认罪悔改，来恳求主来赦免咱。上时咱嘛恳求主来引带咱成做一位敬畏上帝的家儿。咱开声来做伙祈祷，主诶，我听谈的天父上帝，愿甘心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甲懊恼。你是创造天地甲感谢，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感谢你看顾阮，保守阮，守住阮生命、健康、家庭甲平安。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你拢无离开阮。我们将一切荣耀、尊贵、权柄拢归乎你。主啊，我也要存贴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求你赦免阮伫这礼拜所犯的过失。若是有无讲唔着话的，也是阮的心思意念无清气，若是阮有骄傲、埋怨、冷淡，若是对有得罪人、得罪着你的所在，求你拢赦免阮。恳求你用耶稣基督宝血洗清阮一切的罪，互阮重新得到清气的心、正直的灵。求圣神继续引带阮，互阮日日亲近你，活出你所欢喜的性命，听上帝、听人，诚做和平的使者，荣耀你的性命。愿同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继续，咱要信心灵的医治甲的祈祷吼，咱邀请主耶稣诚做你灵、思想、意志、情感甲身躯的主，将你的烦恼交托予主。你嘛会使换手放伫你的心坎，也是你有破病的所在，主来祈求，互家己会当疗愈伤害过家己的人。上时咱嘛会使恳求主会听充满咱，医治咱的心心灵，会当用主的听来听遐个过去有伤害过咱的人。咱开声来祈祷，请。主爱专灵的天父上帝，愿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阮知你是医治的主，你知影阮每一个人的需要，也看见阮身体的软弱、心灵的动荡。主啊，求你按照你的灵力医治阮的身体，互阮的病痛会当得到健康，快乐人生灵道，医治阮的心灵，除去阮忧伤、惊吓、不安，守住你的平安甲安息。互阮今生的灵，搁一摆，互信心充满，恢复对你的信心甲盼望。主耶稣，因为你受逼迫，阮得到医治；因为你的听，阮得到完全。无论伫软弱，还是伫等待中，求你驾驶阮，掠掉我靠你，亲信你的恩典，教也万用。愿你的医治甲平安，临到伫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也临到阮所挂虑的人，将一切荣耀归乎你。愿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咱继续来唱这首歌来。大声来唱歌，学到咱的上帝来。归心花朵花呀，不惊灾害，咱不惊灾害，咱嘛不惊敌。感谢主哦。你甲我同在，对大地高。继续咱个唱下面一遍咯，大声来唱来，宣告。哈利路亚！大声来学到咱的上帝，宣告咱的上帝。我呀，不惊灾害，哈利路亚！在民主，你甲我同在，对大地高永远，对大地高永远，对大地高永远。继续，咱要为金主里的服侍人员来祈祷，咱做伙来为着牧者、中级团队，伊甲这礼拜有逐项服侍的当工来守望祈祷，求主的恩膏对天赐落来，
快乐甲关平，互咱的服侍的事工会当荣耀主，互人得到利益。特别咱要为着本主日的信用告白，咱有专辑嘛，有信用告白的新迦南人来为因来代祷愿主大大赐予因伫个家人教会生活充满平安甲喜乐。咱嘛要为本主日，咱有邀请咱为咱教会去甲光教会开拓的2位长老一位长老是彭慧长老咱的华语礼拜是香林长老来特别为他们带导所讲的分享的信息愿主赐福他们嘛愿主的信心加倍感动。大家人，互甲光教会继续搁较充满上帝的大快乐，咱开声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愿感谢我努力，因为今仔日是你所定的圣日，将阮主日礼拜一切服侍人员交托互主的手中，恳求主赏赐因智慧合一的喜乐的心，互每一项服侍拢荣耀你的性命。我也特别要为着今仔日信用告白专辑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亲自祝福因，互伫家人教会信用生活充满平安喜乐，日日经过你的恩典。信心坚固，真做荣耀你的门徒。主啊，因为你是差遣人的主，也是建立教会的主。今仔日，阮特别将过去对家人教会差派出去，开拓加光教会的2位长老来感谢你，感谢你一路带领保守因忠心服侍，伫开拓宣教的路程中有经历你丰盛的恩典。今仔日因转来保护家人教会要分享开拓宣教的见证，求你亲自使用因所讲的每一句分享的，互兄弟姊妹会当受激励、受感动，继续对宣教有热情，愿意回应你的呼召，关心福音的需要，求圣神继续带领家人教会，成做一间愿意差派勇敢宣教、扩展福音的教会，也继续祝福带领家光教会，互教会稳定成长，结出丰盛的果子，荣耀你的圣名。这是咱做伙用主祷文来祈祷。愿伫天立的爸，愿你的名，你的高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愿咱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我赦免讲阮的人。无你错阮日起，就对我脱离的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以上。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差事啊，恁着称赞上主，因为伊的主爱永远伫地。请咱三个起立来吟圣诗第91首，有一个城离咱真远，有一个城离咱真远。有一个城离咱真远，有山的城伊城远，咱做伫遐守定世界，伊是求你甲我，咱袂遐。
请咱同心阿头来祈祷。圣洁的爸上帝，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保守，予阮出入拢有主你的看顾甲平安。虽然风台真大，总是你的平安甲稳定满满。你予台湾透过这个风台，会当知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上帝。我感谢你，予这个风台对台湾无造成真大的损失。无对人命有济济死亡，我感谢你。今仔日，阮三个组织伫上帝你面前，搁一届要来算效上帝你对阮的疼痛。特别今仔日，圣礼典以及信仰个别，以及健身的以及转入会这个兄弟姊妹，要加入迦南教会这个大家庭。求主你帮助因出因的脚步来跟对你，坚固因的信心，互因伫未来的路程中，甲迦南教会众会友三个同心做伙服侍，为着上帝你的国来讲传福音，祝福因的家庭，祝福因的事业，祝福因的将来。主，阮也为着这个月是迦南教会宣教月来仰望你，主耶稣。因为你的疼，你是你个顶受阮的过犯，你也甲阮讲，阮着要去普天的传你的福音，互侪侪人因为耶稣的救恩来得到救，互万百姓会当做你的门徒。阮感谢你，互阮透过见证，互阮透过活动，将你的福音来当讲传。特别上帝求你保守今仔日礼拜对头到尾，互阮会当每一个兄弟姊妹来亲心领受上帝你的祝福。互阮煞接阮信仰的路程，直到阮见主的面。阮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这时，咱们三个来启应启文第43篇，启文第43篇。伫迄日，你话讲：上主啊，我要感谢你。虽然你有对我受气，你的生气已经煞，你有安慰我。看啊，上帝是我的拯救者。我靠伊就拢免惊。主上帝是我的气力，我要唱歌称赞。伊是我的救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伊是我祖先的上帝，我要尊伊最大。谢声，恁来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潜水。伫迄日，恁会讲：就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播扬，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重，恁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让这个代志遍传普天下。住伫西安的人啊，着欢呼唱歌。以色列圣的上帝伫恁中间真伟大。这时，咱要请长笛团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有2首，听，互咱勇敢，以及愿听，互世界无同款。
这是咱三个来领受上帝话。圣经旧约列王记下卷第6章15节到17节。15节，上帝重用的人会步人透早起来，出去外面，看到有军兵、马甲战车，甲城包围着。步人对以利沙讲：惨啊，老师，咱要安怎？上帝重用的人讲：毋免惊，甲咱做伙的，比甲因做伙的较侪。以利沙祈祷讲：上主，求你开伊的目睭，互伊会看见。上主就开迄个仆人的目睭，伊就看见规粒山拢是火马火车，甲以利沙围住。以上，即时咱将时间交给陈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即礼拜有拄着风台吼，叫做8月台风吼，毋知大家风台甲有放了欢喜无？至少牧师放了真欢喜吼。我有即个时间会当转去中华看我爸爸妈妈。然后咱的夏令营嘛真顺势来完成。虽然提早一天结束，但是咱教会遮的青年志工因拢无离开，继续带教会顾教会风台天游玩伫教会，搁带3天安尼带到今日透早。所以今日小等的第2场的礼拜，因为底下有一个成果发表，甲咱的儿童，伫咱1楼嘛做布置，踮伫迄个所在，来分享因伫即礼拜，才会参与。小等咱来看一个短短影片。今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是咱的灵修列王记，看到亚兰王，伊要来攻打以色列，总是几啊遍，拢无成功。为虾米无成功？因为有人通风报信，就是上帝罗卜以利沙。总是这个亚兰王知影是以利沙后壁咧创治以后，伊就真生气要去掠伊所以派这大军要来掠以利沙。总是以利沙，伊拢袂惊吓，但是伊边的仆人非常的惊吓。以利沙就做一个祈祷，讲上帝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目睭结果伊祈祷了后，迄个少年人目睭天开，看到讲，竟然伫伊的四周围，有上帝的火马甲火战車满山满谷，安尼甲因围的甲因保护原来伊才知影讲原来上帝拢一直有派天軍甲天使咧甲因保护，所以因拢毋免惊，毋免帶咧等。我相信这是一段真水的圣经今日咱是通过华典部咱华典部今年有一个计划就是要做一个宣教月所以咱有头一个就是要来邀請咱伫迦南教會要慶祝50年的時陣50周年的時陣咱有要迄陣教會講要來開拓教會要將做一個芳芳的祭來獻給上帝。所以當時就來開拓加更教會的這個目標然後對2012年開始頭一屆做禮拜到當已經過14年14年久的中時間。這14年久的時間我唔知影加更教會有轉來分享幾遍安尼唔捌咯已經囝仔出世到即擺已經14歲未轉來厝的來甲咱分享一下總是咱今日嘛有一個真好的機會咱通過無共款的同工長老來分享，佇這14年中間，因安怎樣來開拓？我相信嘛有經過困難，嘛有經過迄個惡擔當的事，總是呢上帝會見證安怎佇因的心上咱即人要來請這個張鵬輝長老要來和咱分享，咱拍拍來歡迎鵬輝長老。陳牧師屬靈團隊各位長職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今仔真歡喜會當過轉來舞會這個迦南教會來做見證看到大家攏真歡喜滿面的笑容上帝祝福咱我先來做見證啦我讀高中的時陣高一的時陣我的同學帶我去迄個去團契這是基督教
迄个团诶所在。我第一摆去诶时阵因就伫遐来唱诗歌啦吼，伫遐讲圣经诶故事吼，我就深深伫迄个吸引我。迄时我人生充满了快乐我看到我迄个小李麻痹迄拜卡老师吼伫满面笑容伫遐咧弹琴啦吼。我讲我心内想讲行动不方便的人有啥物好欢喜吼？迄尔快乐对于当时的时阵我拜六每礼拜六我就去参加团契自从我参加这个基督教这个团契时阵，我发觉我的生命有迄个改变我迄当阵常常会讲骂啦，讲错讲三字经但是我参加了时，我感觉我袂安尼我的父母、我的同学感觉我的迄个性有了安尼改变，敢若哪有气质迄种型的迄时我真正爱传福音我对着人我都会传啦我的班上我的同学我拢最爱甲伊讲迄个耶稣啦有当时嘛会辩论起来食饭的时阵，祈祷的时阵，伊会甲我便当甲我藏起来安尼啦隔壁班迄个同学我嘛会甲伊传福音叫因邀请来参加即个团契伫迄团契了的时阵下课的时阵我嘛去找迄个客友甲因关心讲信仰的即个见证连阮学校的教官伊甲我讲你学校来莫变迄个什么团契、什么宗教这种活动啦但是伫外口会使你所以阮就每礼拜，阮的团契每礼拜拜六，当阵我住迄个屏东潮州就借迄个潮州国历礼拜堂伫遐来聚会安尼。迄时我真正对这个基督教真有兴趣真追求啦差不多每一摆下课时间，我就去找我的辅导伊叫做李老师甲请教这个圣经的道理伊嘛是教我，因为我迄当时做人处事无讲真好伊就安怎甲我调整所以迄当阵我真正介意这个上帝，这个基督教这个福音，所以每一摆暑假、寒假的时阵阮就去台南迄个橄榄山伫遐来训练装备暑假是较属伫迄个报道的性质啦寒假较属伫迄个培灵的性质，所以每一届我拢有参加有一届迄个献生会，就是拜五要落山的时阵迄个讲员就讲恁今仔日若无得着恁就莫落山我讲我当时可能真皮，我问好我起来，我甲迄个讲员讲我无得着所以我无爱落山安尼因就真紧张安尼会后的时阵，伊就来我关心来甲我带倒当时嘛是有外国人我连续伫遐参加6摆6摆第7摆的时阵，我的辅导讲张鹏伟你是毋是会当去做国中生迄个辅导迄有高中的，甲有国中的伊叫我去做迄个国中生辅导，我说好嘛袂歹所以迄当阵我真正爱传福音，无论是我的迄个厝边也好，我的同学也好，我的老师是我坐公车，是坐火车是请阮人，反正我对于我拢会甲传福音高中毕业的时阵，全家就搬来这个桃园的所在第一件代志我就是找教会啦迄当阵咱迄一路的公车我经过这中华路49号嘉南教会迄当阵我就行入来迄是50年前的代志我时常就参加这个主日崇拜青少年团契还有暗时，迄当阵暗时的礼拜就间的聚会迄当阵我咧做去上班，伫工厂上班我嘛是拢爱下工团迄个因咧拜拜的时阵因袂摕迄个拜拜物件我食安尼咱迄当阵我会记得有一个活动叫做我找到我找到了电视嘛有播呢我青少年嘛会参加这我找到了迄当阵阮就去迄个火车站，迄当阵火车站迄个有一个小公，真正有一个小公园遐久的阮就伫遐传我会记得我迄当阵嘛带23个伫遐来决志来决志的祈祷决志的祈祷时嘛有大人嘛有囡仔，但是囡仔较容易较简单带安尼就对啦
2年后我就去平湖做兵，平湖做兵我嘛是甲我的主管讲我是基督徒，我是迄个徛卫兵的吼，阮班甲7个人尔，每一工拢会当处理2个，我特别我拢不爱去，我甲礼拜要出去尔，礼拜事官长就讲，张鹏伟今仔日你会当出去去等休困就对，佮其中佮1个人甲伊出去不准，剩的5个拢不准出去就对，所以我伫迄个做兵嘛是拢去做礼拜，佮有过来的时阵，因为我做兵已经转来，我就伫台北迄个菜色公司伫遐来上班，当阵菜色公司迄当阵咱上班的时阵无迄早休2日啦，拢是做到拜六暗时下晡差5点转来。伫迄个台北拜六的时阵，我甲主管讲无你啊做按3、4点就好，因为我要转来通，我要转来参加即个青少年团契，伊嘛答应，所以我礼拜，因为当阵我周间是住台北，礼拜六礼拜甲转，所以我嘛是第一摆暗时拢来青少年团契，了的时阵我较转去第一摆当阵台北有迄个叫做圣诞老公公，穿个圣诞老公服装伫遐来报佳音，我讲安尼青少年团契嘛会使伫遐来报佳音，过1年我就去买5束的圣诞迄个服装有迄青少年来穿是迄较有肉的人来穿阮就伫迄个中正路这火车站这个遐伫遐来报佳音。伫遐来发福音单啦食糖迄当阵安尼暗时咧报的时阵真闹热真侪人拢会会甲咱主动来甲咱摕啦这个效果真好，迄是差不多40几年前的代志过年过1年的时阵，咱嘉南教会就买100束的圣诞阮就行出去行出去未到迄火车站的时阵，记者就来访问来翕相过转工过转工迄新闻就迄大片就报，嘉南教会圣诞节穿圣诞老公公的服装街头报佳音100人以上，上细汉的4岁，4岁啥物意思康家伟，康家伟，这个人康家伟啦，家伟，迄个人已经40几岁啊，即嘛伫美国，这个报佳音的时阵，大家看着第一摆通有迄个遐尔济报，我跟着迄个民众足欢喜的就甲阮做伙我就福音单分啥物糖分因摕到礼物真欢喜，阮报佳音也真欢喜所以当阵我真爱参加即种报佳音即种的活动青少年团契当阵嘛组织一个叫做基督精兵迄个福音队迄福音队佫有人我有穿衫嘛有夹克我嘛出去，迄阵青少年我嘛出去报我嘛去病院报有一个叫做刘宝香这个姊妹得到癌症阮去病院甲报去几啊摆，阮伫遐唱歌互伊听，伊感动，伊到尾嘛有洗礼嘛有洗礼无偌久就上帝甲接去安尼时阵我嘛佫参加迄个叫做新德中会迄个客家迄个宣教迄个活动，我客话我听无我嘛袂晓讲但是我嘛去共参加几啊年所以迄当阵我真正是真欢喜真快乐，我毋知影啥物叫做烦恼迄当阵我未带我30岁以上30岁左右30几岁的时阵我就成家立业佫伫嘉南教共款热心伫遐侍奉主，但是我发觉我向人传福音这个热情慢慢无去啦可能迄当阵家己无够圣洁，无够单纯所以传福音迄个灵慢慢离开我佫有迄个因为可能迄个环境的影响但是即件代志一直藏伫我心内
一直激动我的心内，但是我嘛是阁是重心伫教会伫遐服侍，关心会友啦、探访啦、代祷啦、参加小组，也是开会，也是迄祈祷会，也是迄半晌祈祷会，也是带领敬拜学老。但是我拢有去参加，有热心咧服侍主。但是向青云人传福音，这个心情无像迄当阵迄日热诚咱袂即件代志一直藏伫我的心内，我毋知要安怎。但是一直咧呼求上帝搁一摆兴起，我要传福音迄个心志。直到咱长老教会设教150周年，甲咱教会迄个设教50周年的时阵，陈牧师讲咱来开一间教会啦，就找5部的部长伫遐开。当阵我毋是部长啦，部长拄好休困，敢若是元宵拄休困，就叫我去，叫我代表。开完会时，我就甲迄个陈牧师讲，我要去，我要去。我叫是陈牧师甲我讲，你真勇敢，我裁派你去。但是陈牧师甲我讲，无一定是你无一定是我奇怪讲安尼，好啦，等开小会时阵较来决定，无偌久就开小会，陈牧师就讲咱嘉南教会设教50周年，要开一间教会，恁遮小会员啥人要去？我就马上举手，我要去。伊就讲，还有啥人要去？准理长就讲，伊要去。准理长就讲，因为伊中路区是伊管区，所以伊要去。牧师讲好，恁甲陈牧师，做伙去开拓教会。迄当阵我对陈牧师真正无了解，因为伊当阵伫咧青年区牧师真正对无了解，就去无偌久的时阵，2-3工了的时阵伊就找10几个所在，伊2-3工就找10几个所在阮就做伙去看有较适合要开教会迄个所在无有时周间，有时拜六，有时礼拜了的时阵我拢会去看，有时看3-4个所在。最后伫迄龙安街龙安街看龙安街文中路迄个交叉口啦一站四站的楼的1楼做迄教义厅，2楼做迄个礼拜堂，3楼4楼做牧师馆安尼来阮拄好开始的时阵我是感觉你拄好开始开拓教会的时阵，敢若是牧师甲牧师娘甲几个兄弟姊妹伫遐咧撇切头伫遐来祈祷迄种的推想。但是陈牧师讲毋是伊用这个方式，就是全教会兄弟姊妹拢做伙来开拓教会早时礼拜早时伫这个嘉南教会聚会。下晡1点还是几点？较去迄个去嘉庚教会聚会，有用2区的人，2区的人伫遐来开每一届大概拢有50-60个伫遐来做礼拜啦用这个方式大概差10个月时间陈牧师是讲安尼好，安尼嘉南教会下晡要支援这个嘉庚教会安尼照一段路。恁咱会友要参加这个开课教会这个兄弟咱会当入决志来拢总有25个啦因拢是25个成为迄个开课教会勇士就安尼迄当阵住的人数大概是30-40个安尼嘉南教会嘛有。迄当阵人少少嘉南教会嘛有兄弟嘛有来支援这个司琴啦这个音控也是这带领敬拜学老人数有淡薄到40-50个安尼嘛开始上课迄个双语啦暗时嘛有聚会，但是无偌久迄个教会迄个2楼向乌一空这叫做违章建筑因讲的做礼拜真正是无方便所以阮就要考虑讲无就来搬厝，是来买教会买教会，当然找母会都爱来找迄当阵还佫机会啦迄当阵会使就找迄个题目书就小话就决定讲要阮800万阮就去找真侪所在，找着这个中山路1058号。这个爱买的对面，胡锡章的楼顶迄个5楼，但是伊当阵是爱1500
50万的800万，安尼哪有够？就要转来找迦南教会，我要安怎？也无用迄天国环境天国的房间安尼来，好，迦南教会加跟教做兄弟姊妹做来奉献，无偌久就500万安尼800万、500万，就1300万，买已经厝是1050万，佮加住宿所费大概20万，1070万，安尼佮230万，230万都装潢拄好。都即摆买已经都1300万，已经礼拜长安尼。这个陈牧师、陈伯柱牧师少年，拍拼，真要比东比西，真无用，恁即摆就知影伊真要比，60周年就知影，每届做礼拜的时阵伊拢上早来，拢上晚走，你也要找伊周间也要找伊去迄个教会办公室找都找着，反正你也要找伊代志，伊拢伫办公室，大家拢会当找着伊真无用，甲伊做伙的人一定嘛真做个同工嘛是真无用，差不多每一个暗时拢有聚会啦，有开会啦，拜二是小组啦，拜三是装备课程，拜四探访，拜五是祈祷会，拜六是中秋会，有时佫爱送1919的食物银行，伊接一个食物银行，食物银行你都爱送送你就爱探访爱人关心爱人祈祷佫伊特别佫有迄疼心，佫爱关心迄弱势团体，迄身心障碍诶迄个朋友，有时我咧开中秋会也是小的时阵，我既然怎困去啦。心忝，人就做来。教会一直咧成长，人一直咧增加，牧师哪来无用，真济教会就邀请伊，去讲道也好，见证分享也好，有时礼拜四伊无都讲道，就找啥物找咱遮长老啦，我记得我伊伫个时间，我嘛讲3-4摆呢，是礼拜的讲道嘛讲3-4摆。我嘛有看到恁5月份迄加深长嘛嘛有遮讲道所以我甲恁讲恁遮长老恁要讲道，毋过1摆尔，几下摆安尼恁会使提升恁的灵命，恁会爱真侪准备拄我开始大概是30-40人无偌久就40几个人一年后就50-60个人做礼拜，60个人做礼拜，迄个所在做礼拜，做礼拜看起来就真客70个人要安怎？阮就甲迄个讲台，迄安尼三分之就拆掉，就椅仔就向前摆，安尼就再佫加20几个，90几个以上，就真客招待就真无用，就爱叫会友向前坐安尼的时阵有迄当阵有6摆破100，破100 6摆以上破600破100，每一届聚会就真客啦有一届圣诞节应该是圣诞节暗暝有267个人伫遐来参加你看一直差不多50平有267个安尼看你就看怎换老眼迄当阵阮就体会到。什么叫做哪服侍哪有开来？什么叫做哪服侍哪甘甜？会当体会到讲，什么叫做荣光上帝？功劳归大家，喜乐归家己。迄当阵的心内充满了喜乐。每一届的聚会，拢差不多90个人左右，充满了喜乐。信心会充满伫家跟教会。每一个人的身上，大家拢真欢喜安尼时阵我是咧摆迄个行事历我是崇拜部的部长每一届要摆迄种的时阵拄好开始30-40个上要摆真歹摆但迄当阵迦南教的兄弟嘛有来支援过来到90个咧。90个迦南教的兄弟就免来支援啦，家己车都无够抢咧服侍安尼2礼拜就好摆好佫要服侍，就后届啦所以全教会互上帝伫遐来兴起
用喜乐的心来侍奉上帝，人所那这兄弟姊妹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学了主，上帝上得救的人，逐工拢加添互，这个跟教会，有一摆咧开会时阵，陈牧师讲，伊做开拓教会牧师到一段落啦，先到一段落，伊讲伊要去美国，小会员都一直留伊，请着陈牧师莫离开加工教会。我为着要留伊，我就要留陈牧师。我甲讲陈牧师啊，你敢知影咱即马住的有6摆破百100人以上。咱会当分做2场呢，一场是国语的、华语的，一场是台语的，因为目前的这场地伤过细啦，90个人咧住的90几人咧住的伤过细，希望分做2场。牧师听了，等一下伊讲，甲我讲伊还未想到即件代志啦，所以伊也坚持要离开即个迦南教会、加工教会小会员都爱搁去找其他的牧师，嘛请陈牧师甲咱帮忙找即个牧师啦带的牧师是伫阮加工教会第二个牧师啦无偌久我感觉伊敢若无适合牧会应该是较属伫基督迄方面的半年后我就想要离开1年后阮太太甲阮查某囝就来转来加南教会。其他兄弟有人嘛有离开，即时嘛有离开啦但是我想要离开，但是我无法度离开，因为我迄当阵阁是现任的长老袂当离开但是我伫遐侍奉主的，我真正是无爽快有淡仔艰苦。但是转了轮休到的时阵我就讲我想要离开我就甲迄个小会员牧师讲我要转去加人但是准长老甲我讲，伊讲伊今年4月、5月、6月伊要去美国可能查某囝做未来伊讲叫我等会去美国，我才会当走我就答应，伫遐搁加伫遐半年。我转来加南的时阵真侪人问我原因，有人讲你转来真好俗我这就是迄个准如因妈妈伊就甲我念，伊讲。准如我迄2个囝准如甲迄个俊荣伊伫迄个所在乡年长老搁迄个收入，因伫迄个所在拼了真艰苦真精进。你较紧转去加工，你较紧转去加工。地牧师每一届伊就甲我讲你一定要转去加工迄当阵地牧师是圣经公会总干事转来加南真正真爽快。因为毋免开会，因为我会就不伫遮侍奉我嘛免侍奉只要礼拜四准时来做礼拜拜5参加祈祷会，迄当阵是拜5祈祷会好，即摆是拜3嘛祈祷会佫有一个叫祷告会后会有当时就人代打，迄个带敬拜学咯毋知影怎样我伫甲阮的查某囝伊讲伊要转去加工伊要转去加工创伊讲地牧师无伫遮啦，伊要转去加工恁搁听做这台语的礼拜伊无熟所以要转伊迄加工伊较熟我听遐来讲的时阵，我想讲我回得去了我想我心内因为伫加南伫加南啥物服侍所以无啥物服侍啦我所以接较侪 case 我看过就接较侪接伤济时阵，头家甲我讲你接伤济，一个月230小时讲安尼袂使。但是我甲陈牧师正伫迄个咧开教会时阵因为伊做无用诶，所以我嘛无啥甲接工课迄当阵嘛100几小时尔头家讲你接了伤少啦接者趁者，接少趁少无到2年我就转去加工教会继续来服侍。搁转去加工教会诶时阵住诶人数30几个整个教会迄属灵诶空气无好
无圣洁吼，兄弟姊妹无迄个喜乐，充满了苦毒吼，会有被伤害吼，内伤外伤身躯全伤吼，受咒诅吼，无情打菜，30几个人搁一摆建议教会吼，建议教会。靠主来建立教会，迄当拄做树林长老倒去啊，伫树林长老带领引带，搁一摆兴起，加强教会搁一摆成长起来。啥物叫做拍过手骨电都用？啥物对失望中变成有愿望，对忧愁变成希望，稳定中咧成长，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即摆过来有新历典，所以我袂使讲伤济，如果你若要听树林传道，伫安怎安怎伫遐传阮安怎行出来，行即个伫咧教会去互救助，讲加强教会要关的时阵，但是阮即摆无关个，反倒种阮搁灵数搁伫遐来成长，搁伫遐来成长。感谢主，俄罗主，愿一切荣光归于上帝。真多谢彭会长老来带咱来回顾这嘉庚教会开拓的历史哦。咱伫咱的周报第3页，嘛有即个嘉光教会的大事记啊，将咱开拓教会这个过程，甲遮的用要紧的，其实咱拢是嘉南教会是母会啊，是即参与伫即个中间，当然真感谢彭会长老伊所分享的将过去这个代志讲了真详细，嘛感觉讲伫教会中间牧师真重要，但是敢有比牧师更较重要的角色？有啥物人？上帝还佫有无？会友佫有就是每一位的同工所以嘉庚教会到今无欠缺，到今因原来拢是真独立，也经过即个聘请到即个传道师已经2年外。目前也继续有在成长的中间，虽然因真罕得有机会转来伫咱的嘉南，咱嘛真罕得有机会过去嘉庚来参与，但是相信伫基督的中间、大道的中间，咱拢是互相连接、互相来联系也继续为着咱的开拓教会，因为嘉庚教会敢会是最后一间开拓的教会，以后会阁开拓，嘉南会阁开拓无？你有要去无？可能咱年纪嘛有即摆若叫我阁去开拓我想着嘛会惊呢。但是咱着爱装备咱的后一代即个对少年开始，对青年开始，因着即个传福音的即个负担甲即个热心我相信咱会当继续将即个福音继续来传出去咱阁一摆拍拍来感谢即个彭会长老。嘛，25个才会开拓的同工大部分25个除了我甲牧师娘佫有家军即马家军即马伫遮，其他大部分抑佫继续伫嘉庚教会伫遐来服侍咱嘛继续为因来代祷互因会当为主做真好真水的工。咱的周报下骹嘛有写着讲，咱嘉南教会开拓的教会。对以前有草立教会，虽然毋是咱一开始，但是咱有派传道牧师，然后骄爱教会、宏恩教会、到嘉庚教会这拢是伫咱遮附近，咱嘉南教会有参与的开拓的遮要紧的事工嘛相信搁将来以后，咱会当嘉南教会要庆祝70周年的时阵，看倒一个点欠教会，你感觉即摆有啥物所在欠教会无？小块溪真侪所在若有欠教会大有路遐嘛无长老教会咱会当安怎样来去为即个代志来祈祷，会当互即个福音会当继续传出去互嘉南教会才会祝福会当继续一代一代来分享因为咱毋是一间教会，咱是所有的教会拢是一间的教会咱做伙来祈祷。
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阮今日会当通过宣告月的即个时间，来邀请到嘉根现任的彭会长老转来母会来做分享，也互阮来回顾一间教会的开始，毋是只有人的熬，拢是上帝你的恩典，也上帝你促成一群人，因为意向目标有受到信心的感动，因欢喜为主来做工。亲像今日阮所看到的以利亚、以利沙，因为当伫迄个时代中间，愿意来对主，诚做主献身，互主来所用。主你就伫因的身上来显出大大的气力，互因无惊吓，也无软弱，互因会当勇敢向前来行。阮也继续为着嘉根教会来祝福。伫现主时的小团队伊也伫准备牧师的资格以及现主时的长老甲执事甲所有会友会员为因来祈祷，互因当诚做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也当伫遐来兴旺福音。特别也为着嘉根教会伫敲找购买牧师馆。以及因也要敲找一个更较大的所在甲场地，也求上帝你亲自来备办，互这个事拢有上帝你好的旨意伫迄个中间。主，阮也为着迦南教会继续要传福音，要开拓这也毋是简单的代志，也毋是一天两天就当来完成。总是主你也将这个祈祷放伫阮逐人的心，互阮拢欢喜为主来做工，也望看到伫桃园会当有更较侪的教会，会当搁做伙来分享福音，互桃园未信耶稣的人，拢会当来得到道理，会当来得到耶稣的拯救。主，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时，请咱三个来唱回应诗信息第202首，请起立吟全首。上帝原本是我牧者。上帝原本是我牧者，像素大项羔羊，青翠草坡互我探望，溪水清净来吃，因为魔鬼迷我灵魂，不是去行是错。上帝显明主必大恩，带我赶紧来吃。虽然行到死地所在，我也不免摇惊。上帝保庇袂为受害，予我安稳去行。上帝破开对敌的计，赦无我性命。倒摆满无地通下，福气无欠一件。上帝宽待你的好，我心不敢忘恩。亲情是人遐伊真路，时时刻刻敬尊。请坐。请坐。好，咱这时要来举行圣礼典。好，咱今日有3位的信仰个别分别是这个侯昭如姐妹以及这个
田佳琪姐妹，好，甲廖小慧姐妹，好，咱要做伙来吟信诗354首第1集甲第4集。在吟的时阵，也请这3位姊妹来徛到伫台前。咱今年大吹出世，就像魔鬼嘅天气意，朝天一端着小烟花，我靠家己袂话倒拖，上帝名誉随咧抗议，表明定是坚固咱心。免的是心顺的花朵，小上照耀行出道路。何兆如姐妹，是伫2005年伫三节礼拜堂来受洗礼。田佳琪姐妹是伫2014年伫北大卓越行道会来受洗礼。廖小慧姊妹是伫2009年伫台北灵粮堂来受洗礼啊，好，当因拢欢喜要加入伫长老迦南教会，好，伫成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一份子，好，所以咱要甲这3位姊妹，好，咱做伙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用个别，好，要做伙来宣告咱的信用，好，咱做伙用台语来合请，愿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精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搁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军伫本地，临同所有子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5万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因跟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这的运势，破坏人万物甲上帝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透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加欢喜。阿门。好，这3位的姊妹，你们往前2步，好，然后向后转好，牧师要来做介绍。伫咱的上的倒手边是这个田佳琪姐妹。好，伊是这个丁家硕长老的太太长老娘伊是因为嫁互咱的教会的这个长老嘛真做咱迦南教会的新妇即嘛真做咱的会友咱真欢喜佳琪姐妹已经退休就爱靠伊的先生来拍拼安尼伊较早是咧做这个导游是做这个
所以伊拢找日本的即个导游，好，咱若对日本哈有趣味啊，好，袂当来问即个佳琪，咱拍拍来甲佳琪欢迎。廖小慧姊妹吼是咱的丁俊伟技师的太太哦，是咱的技术娘啊，吼因即个佳琪吼甲小慧吼，因是伫今年的3月21号，吼321伫咱的教会吼来举行吼即个毋是因两个结婚吼，是因做伙拢伫迄天吼来婚礼吼，拢诚做主会长老吼的即个新妇啊，吼是在真感恩吼即个小慧目前要伫内湖伫上班啊，吼伊也是含即个俊伟哦，拢做伙咧拍拼，吼所以咱真欢喜吼，即个小慧小慧伊的即个后头厝是伫即个回龙啊，回龙咱嘛真欢喜是咱桃园的厝边，咱嘛拍拍来欢迎小慧。咱迦南教会每个教会都有小会好，所以这个小会小会真出名但是这个会是不同的会，好，过来是咱的上正手边是侯昭如姐妹这个昭如姐妹是伫嘉义来出世即嘛住伫慈文路的所在。伊的先生嘛已经洗礼，一个查某囝，伊是伫旧年来到伫咱嘉南教会参加伫即个上年大学，然后发现讲咱嘉南教会真吸引所以伊就继续参与，包括小组啦、主日礼拜慈文路，因为伊住伫桃园的所在，较无法度转去三峡，所以伊也真欢喜，拢真稳定固定拢有来甲咱来参与即个赵如姐嘛是真少年就已经退休所以会当有真侪时间才来参加即个双年大学，伊嘛拢真参与伫咱的小组的中间咱嘛拍拍来欢迎赵如姐妹。咱要小组要来敬上礼物即个佳琪是伫即个华市区华市哪个小组？上清小组。这个小慧是伫华市区的复兴小组，昭如姐妹是华山区的赞美小组，咱请小组因为要敬善礼物咱就请因来上花甲上礼物。好，送完在旁边来，那个俊伟先不要离开。好，来看一下那个前面来送大家一起送礼物，就是现在好，谢谢咱拍拍感恩恭喜。好，那3位请先留步好，3位请先留步。好，咱今日嘛有看咱的周报有6名的这个会籍转会籍好，分别是这个范建仪长老的专家就是范建仪长老、钟慧丽长老娘范君爱甲范君玉因是对中立教会嘛请恁来到伫台前咱要做伙来接纳伊是对中立教会转接来到伫咱嘉南然后还有苏子杰子杰是对台北剑桥可能无伫咱子杰敢有来应该是无有参加夏令营还有是这个赖韵宇姊妹韵宇姊妹敢有伫遮嘛无因拢是韵宇姐嘛是对中立教会转来咱今日有这5位咱要请咱的小会员来握手来接纳先煞来拍合照。
那我来站中间，好，我们一起来，你来站过来这边，啊，再过来一点。好，好，咱拍拍过一摆来，甲大家欢迎啊！好，请回座。好，咱这个时阵要来举行献餐啊！好，请咱坐咧来吟信息355首第1集甲第3集。愿那主之赞愿明白主的临在，铁动心灵的栽培，地高圣经信仰故事，去关心来做梦幻，甲阮同家一生的下，听你心里大为团，主必信心赞愿邀请，其他人客来分享，听你心里热情欢迎，收看奇美世颂响，一道骄傲个困吧，破坏人类的和平，但愿家己天使行动，欢喜乐乐永无停。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受伫伊教会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那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要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听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保罗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八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紧啊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但主耶稣互人卖迄暝，伊有摕饼来祝谢，所以咱照伊的，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咱大心来感谢上帝。真爱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才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的保惠。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请长老来分杯分饼。咱欢迎每一位已经受洗的兄弟姊妹做伙来领受这个圣餐。等咱摕到饼甲这个杯顺，咱先听候，然后咱祈祷，
好，特别咱会当伫即个时阵，好来感谢，因为咱本来是不配，总是耶稣听你、听我，耶稣听咱，互咱会当来领受伊的身躯，甲伊的保惠。咱会当将咱身体的欠缺，将咱心内底的无平安，会当伫即个时刻来交互主耶稣。耶稣讲，伊伫门外拍门，然后听见伊的声就开门的人，伊要入去就近伊，要甲伊做伙食，咱也要甲伊做。耶稣嘛讲，囡仔着磨拿打爱，就通就近耶稣，因为耶稣要赐予咱平安。耶稣是上帝囝，是生命的源头。耶稣伊要来拯救世间，救咱的灵魂，也要救咱的性命，救咱脱离一切的苦难、病痛甲艰苦。伫耶稣的内面，咱会当得到完全，得到平安。耶稣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的约，伫伊的血所设立的，咱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耶稣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咱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就是新的约，伫伊的血所设立的，咱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耶稣讲，这是伊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来领受。食了后，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伊的血设立的，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伊的死，直到耶稣过来。请咱做伙来祈祷。阮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诚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因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应跟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这时阵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甲乐意。如果你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表达你的感恩。
我的生命献给你，做你路永高之时，时刻迷离献给主，归荣光你万年久。我的手爱你命令，为着我做罪切用，我靠也爱为你献，常常替你行无声。我的声音把你用，欢喜我路主无停，我献嘴唇来叮当，不断福音来救人，请起立。我的志愿献给你，全主中担你旨意。我的在情你诉说，讲我有你最祈求。阿门。阮伫天的爸，阮抱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做阮生命中随时的帮站。无论是大的所在、手头的工作，也是每一天亲人的陪伴，这一切的恩典，拢互阮领受到你的慈爱甲同在。主啊，面对风台的风雨甲磨练，阮知有你的平安甲保守，守使阮有安定的心。互阮伫上需要的时阵，诚做身边的人的安慰甲帮助。当阮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做主的圣工所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请田处义长老来做报告。好。这个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哦，咱看到这个台顶这个荧幕上面李月娥姊妹刚拄则坐在后边离开啊咱欢迎伊嘛希望会当继续过来好，安尼佫有其他新的朋友无？顶礼拜毋知有介绍到无？迄个郑牧师的查某囝林佑伊甲伊的全家伫咱的中间甲 Patrick welcome you again 因对夏威夷转来过2礼拜就要转去夏威夷所以真欢喜，全家拢转来安尼要知影因的名无？凯基里、阿夏纳里、凯纳尼、胡阿里，因拢是这个什么意是这个夏威夷的名字好咱这个时阵有一个影片是咱今年的夏令营的影片时间较长所以咱只有看中间的一部分咱现在来放。声音。
这个讲台哦，60位的学生，50位的志工啊，因伫教会有4天的时间，好，虽然最后1天是风台，但是因为提前知影讲有风台要来，所以有将这活动拢甲缩短，5天变做4天。这志工真侪拢是对国中生、高中生甲大学生来所以因一个真欢喜的这个暑假，伫咱的教会，咱拍拍来甲因多谢。咱嘛真期待会当继续阁有这个夏令营的这个衔接事工，阁较侪青年儿童会当继续来参与伫教会煞车车处理长老继续来报告。我继续来报告哈。好，本主理是宣告主理，咱很高兴哈，来彭辉长老，嗨，谢谢哈，多谢你的分享哦哈。华语，谢谢。华语场今天哈，华语场是赖香林长老的分享，那买赛结束也可以去听哈。好，第2项。好，本主理咱顶礼拜有讲哦，吼，本主理咱无爱餐嘛，无小组吼，咱的兄弟姊妹注意这点哦，吼。好，下一站，这礼拜祈祷会同款，咱伫咧8点，暗时8点，拜3暗时8点，伫咧7楼，咱主理是简忠义长老吼，请咱的兄弟吼，咱会使伫咧实体，嘛会使伫咧线上吼，咱做伙来诚做一个祈祷用祈祷来建立教会。好，咱的这个礼拜拜郎哈，这个礼拜拜郎7月18号哈，咱要爱家环保志工哦，今年第一届哈，清洁服务哦哈，咱有报名参加的志工，咱伫咧9点50分拜六哦哈，9点50分伫咧咱1楼哈集合嘛欢迎兄弟继续报名哈。咱今仔日为什么无爱餐？就是因为咱有这个牧养同工会哦哈，伫咧1点。伫咧401教室哦，401教室哦，咱要邀请牧区长老、区长、小组长，大家人来出席伫咧401吼。好，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请上帝当中的人讲，毋免惊，甲咱做伙的，比甲伊做伙的较济。来往地下关6章16节，搁一摆哦，来上帝当中的人讲，毋免惊。甲咱做伙的，比甲伊做伙的较济，来往地下关6章16节以上。伫咱的礼拜堂1楼有这个夏令营的成果展，因遮的囡仔所做的遮的会当落去，会当时阵会当先带甲伊参观，另外就是牧师本来是昨请假要去到伫印尼因为这个风台拄好会当延到明仔才出发，所以嘛请大家明仔才开始祈祷，真侪兄弟讲，牧师你哪个出现但是嘛原来因为今日桃园机场足乱的，因为昨规天拢无飞所以原来也毋知影，但是也带到因为阮当中有6个人要去印尼的一个基督教的学校，甲遮个印尼的遮个学生甲因传福音，当中有500个学生500几个学生，所以原来迄个真需要大家三体祈祷，多谢。这是咱三个来上映信息第390首，金子煞，请达牧师来接导，请起立金泉首。交转，无路耶稣向我做饭，做我中保将你万关，无路诚心感化罪人，受属灵的恩惠的心，无路心悲。心叫信心，三位一体，一心一心。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恁进大家参加伫特别也甲伫
加强教会的牧者、同工遐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也甲所有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参与教会开拓的事工中间，愿主你的神亲自来引带，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灭倒。